非洲地震疫情虽然讲是有控制好调，也毋过咧有关是禁止用喷来饲猪哦。新北市政府却来查到讲，伫咧南口一间业者有2间饲猪场，竟然用无做过的喷来饲猪，市府虽通报予中央，嘛甲重罚206万。那东西还在车上啊！如果你做的不配没关系。如果你再继续这样，因为大家都已经知道你这场这样的状况了，你觉得我会无聊的这时候来查吗？稽查人员发现怪怪，验过饲猪场的人讲因无违反规定。新北市动保处找人稽查南口饲猪场用喷饲猪的情形。透早4点外发现有载喷的车停伫咧饲猪场外口，车顶28个桶啊，每一个挂落来掀开看，内面就是喷。伫咧边仔的炊猪槽内面也装无做过喷，加4桶动物性喷油。稽查人员讲，看起来至少有100桶的量。他是比较年轻嘛，没有，你不要跟他去。没有，他这样是把公务员当笨蛋，不是年轻。没有啦。饲猪场承认喷加饲料无做过就饲猪。稽查小组讲，这2个饲猪场是共一个业者经营，2间小碗，总共饲1700只猪，用共一套炊猪设备。业者违反防疫规定，用无做过喷饲猪。依法上当会当罚206万。禁止这些违反规定去做喂食的这些厨余厂、厨余的养猪户禁止它的猪只移动，不准上市。同时，我们过往在厨余养猪的时候有做饲料的补贴。那我们在今天的中央民中心也决议我们对于违法的人绝对不宽待，然后同时对于给予补助的这些饲料的，还有一些油脂补贴，我们一律不予补助。非洲都市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强调，除了也无做到落实查缴，就是监控法规完备3大条件进前，未开放用喷饲猪。这么全国正努力伫咧防疫时阵，不准少数的饲猪户违反规定，造成风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